这罐头敢对？哎呦，对啦。就啊，对，后壁个，后壁个。你试过吗？恶魔果实，唔对，这叫有刺的酸啊。武器的煮安尼有无？哦，你说你个手呢？啊？这没手个树楼的啊！好，OK。有啦，安尼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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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落。我要夹出来，我要夹出来，你咪夹出来啊？夹好像。夹好，唔知。少年，啊！我跟你来啊！啊，你就掠着啊！你搁叫我来创啊？无够啊！嘿啊，敢若这只尔，其他拢伫无够遐。啦，其他拢伫内底，啊，阮根本就掠袂着。哎呀。哦，啊你要，啊你掠着你搁甲绑，掠着你搁甲绑，来，哦，哦。你拜托诶，哦，你说勇敢的，所以即摆你搁几只？哥，即摆内底可能恐加搁两三只，嘿啊，来再讲两三只。重点是你即摆掠着要创啊？放伫巴肚啊。嘿啊。啊，这是要哪入味啦？我嘛唔知啊嘿啊，所以较叫你来啊，我叫你来的目的是安尼啊，因为你手较长，你会当甲先拖小可出来，了后搁像安尼甲你出来。你要听看卖你在讲啥？无，手伸入去。嘿，啊，甲拖出来。你先甲摸咧，伊哪会伫遐啦？迄边若有空，你爱为迄边赶。你来。好，阿妈，你甲阮少年的资源是，你就安尼手甲拍袂开，啊你安尼甲抱的时阵，伊就，毋是叫你无甲算啦。啊，安尼哩啊。好啦，你来调了，耶。你乖乖哈。好来，拢是摸。来休困，你别好。有无？有无？敢若有哦。哦！赞，来，来。哦，恁介贤呢吼！等下我送你礼物，啊去采个木笔果，啊来滚个鸡啊，安尼哦。食过目睭的红的，才会食一。哎呀，迄个这要安拽。骨骨子安尼。阿妈安尼捌敢对？我来吃。你嘛唔知？我看伊原本拢无阿妈唔早讲，叫阮用安尼我想讲，互炖的。恁体验啊。你若高水啊，你就直接这就行出来就。嘿。你来，加嘛吼。这罐头敢对？哎呦，对啦。啊，这里，啊，后壁个。阿妈谢谢哦。没啦。啊，甲你签到者吼。嘿。啊，这边安怎煮？啊，八棍吼，内底有迄鸡，迄款的肉，好。啊摕起来啊煮鸡啊，鸡啊当作鸡棍。当归迄种方式，对。龟仔类就对啊。对。鸡袂当食尔，其他拢会当。嘿。哦，阿妈谢谢。阿妈谢谢。免客气，免客气。行。好啊，咱即摆就甲这3粒啊，甲鸡啊，错的，嗨，耶。来，我摕这个，你掠鸡啊。哎。还是讲你有欠葱啊？葱啊，要头发啦。头班葱加好红。卖啦，用问的就好啊。你想要加好红哦？哎。安尼你紧办。我紧办。我先等来。菜遮无用规透早，总算是甲料理的食材拢摕倒来。唔知因对遮的菜想法是生啥款吼？哎呀，有迄个高赞塔，这新鲜的高赞塔，你可以看看。新鲜的吗？新鲜的，这好米慢有的，好棒的。慢的，哎，温慢的。啊，迄青椒嘛做芳，阮拄则伫遐有试过。你有洗吗？免洗，迄个阿妈拢无除药啊，免洗。哦。哦，安尼几啊行呢？这高赞塔。啊，这香瓜仔手，哇！哦。香瓜仔手介济。哇，你慢足多呢。你厉害呢！恁是家己亲身落去挂，还是你甲阿妈塞奶予伊？阮有亲身落去挂。亲身的。我感觉你是甲阿妈塞奶，你后尾好。我有亲身落去挂。奶讲会当互我家己用无？有啦，你会当甲菜拢生出来，算你嘛有你的才调啦。哎呀，安尼应该有够啦。有咧，啊，咱这3粒，你甲因摕一下。你有看过无？刚才这叫啥？恶魔果实。唔对，这叫有刺的酸啊。有刺的酸。这叫
恰木鼻果，木鼻果，比个，咱做鸡汤上重要的物件。你看起来就细粒哦细粒会差到就假呢。这你无看过哦？无啊，这就像迄塑胶的囡仔咧耍的迄种物件。看起来因为伊的色水足巴甜的啦，系啊，所以即摆咱这菜啊，还有这木鼻果，对。比个，你讲你想要做啥物？鸡汤用的，鸡汤嘛啊，。你讲有鸡啊？你讲迄，假嘞，哎呦，有，介绍一下啊。哦，你唱你啊？哎呦，有大只无？会当泡这无？多少钱？啊？泡泡，泡，嘿，你看，伊这肥呢？伊迄骹腿看来都用的哦。对啊，鸡腿啊，对哎呀，啊，恁遐肉，阮遮菜食鱼食肉嘛，就爱菜加。哎，搞讲，所以这只到时啊，3、4个人吃拢会有够啦。哎呀，有够啦。咱来呀！哎，你也会记吐哎，线？规身躯拢土呢，真正。恁是生土哦？无啊，恁两个是创啥啦？认真在做骨蚵啊就重的呢，这应该有。就这粒哦。系啊，哎，你看，这只有看耶！这是乌骨鸡还是一般的？要食菜无？这有那阵放山鸡迄种的，哦，要摕看嘛，讲哦，霸气袂歹哦。哦，安尼的，有啊有啊点吗？有啊。有啊，哎，摕哦嘿，这几公斤啊？你试看嘛。细粒带做细粒。差不多，这应该4斤外有啊，4、5斤有啊。差不多。有大只，有大只。哇，啊，恁去穿啥物料？蚵啊，放了有。食，你要给菜看卖啊？而且因为昨下落雨，所以今仔足垃圾的，哦所以全部拢是土。哦。袂歹咩？你找着叫这哎，这大粒的。这有肥呢。哦。足大粒的。请啊！好啦，安尼算六项食材，有肉有菜有蚵，安尼算应该应当袂使。问题是，咱6个人若要来准备这个菜色的话，总是要有一个人带头。对啦。哦，较早人煮菜。安尼，好呢。这顿我来。哦。你有法度，你来我法度食。但是你爱帮我做其他的，譬如讲洗碗。好。 6个人内底，敢若拢无伫煮食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人跳出来。既然我感觉讲我高中有学过煮食，所以我就来做看卖啊，总铺看敢会成功安尼。好安尼，所以大家无意见。嗯。 chef 抗饭，无意见。无意见无意见总铺。这顿菜食除了看饭，无一个有正经煮食的经验。唔知因敢有才调正经来办一道好料？还是讲先来传油肠药啊？牵油啊！阿姨叫我这里，让我们这次。行咯。然后你爱解释。大家哦。袂晓啦。乒乒乓乓。叮叮当当叮。哎。这是要哪个？有人会当洗一下菜的，我来。哎，洗菜较简单。有人要烤鹅吗？烤爱先洗，较烤。先洗较烤。啊啦，遐迄边遐搁一个水道。哦，遐啦。啊，遮哪有一个韭菜花？好食。我食。炒韭菜。啊，你来，我甲你教。你跪起来。头前只是无物件，哎，迄是叶皮，一点啊，赶快切了，对，帮你倒完了。啊，你皮你就来放。这爱放足久的哦。好。来打。哎，你遐敢有火种？火种。剩咧无咯。火种，你灶边仔做看卖啦，应该拢伫边仔啊。你会使袂啦？你拢无看电视有在演有无？你使甲迄个哦，我知啊，像迄火梅棒嘛，对吧？类似安尼有无？哦，你说你的手呢？啊？奇怪咧，电视都毋是安尼演的啊！咖喱。啊，
波头就位遐按遐，啊叉就破开啊！我照呢破，哪会破袂开啊？介无面子，我带路人呢？应该是。就是你要找这种我摕啊无摕迄落啦，纸啦，好啦。我摕卫生纸来迄落。我帮你，你搁甲用迄个我找这你块。找卫生纸啊，用我迄落沙拉拖啦，不是沙拉拖啦，沙拉油啦。你先用迄用较油的，我帮你找纸啦。纸棒啦，纸棒就较紧啦，你家用啊。你有先铺一寡入去啊？有一寡较啊，用纸应该都会倒啊。带路人吼，无万事通，上无嘛爱百项万，嘿嘿，原来遮巧啦。安尼知话，遮还有两题。好，我再用。好，你继续，我看卖你在创啊。咱过来看卖啊，倒位啊需要帮忙。阿衰啦，你哪安尼哭？不利啦。无来啊。我帮你找电话一支，你哪写？你哪写？好。好袂啊？好袂啊？啊，袂咧。看恁遮店子是像安尼无咧。专心煮菜啊。专心煮菜。专菜都还袂洗，你袂煮菜。啊，煮菜就是一个通称嘛，就是咧做菜。这啦。哎呀，你毋是较来？好。对吧？你讲嘛，安尼毋加偌紧的，你就安尼。好。我试啊，细哩哦，莫搞着啊，这支我先加入。好 ，OK。对，哎，安尼加紧济咧，好，继续。你无使啊，警察。哎，我唔知影记的标准是啥。我。其实我感觉轻松袂歹，嘿，就是暖气的。嘿，有暖气，我甲你讲吼，你其实你就是主要像这下骹老的啊，你就甲放起来之类的。好。加油！差不多是安尼。好。好，这加紧啊慢慢的，无你安尼袂有哦。好，我惊。花较艳丽，花你较艳丽。哦，啊那花叶啦，高过啦，哎呀我，这个进前起的火也无啥同款。嘛会晓用。我爱作用足济。你咧玩啥？我咧警菜。啥哪爱紧起来？哦对，我惊伤到啊。还是因蒜头要过遐用？看东西，唔知影敢有甲咱这阵水开好好来烦恼呢？即届总铺师是看饭啦，伊有一个问题是有足大的压力，但是伊无讲出来。安尼颠倒的是讲，大家唔知准某创啥的，因为伊即马就是总铺师啊。无一定是我真正就搞做，啊，就是讲话态度啦。譬如讲，免，我来就好，你去坐遐，我就，我嘛毋是袂晓做啊，互我感觉就是你啥物拢足够，啥物拢爱你家己来。我就想讲，好啊，无要紧，咱你就家己来就好。哇！多加。有迄个酷色出来。无啦，就多加尔，哪有啥物骨色？咱迄个看饭 chef 看饭。哎，带，你春叶啊，鸟。对啊，有啊，都是要包冰我干那叶啊，已经足多啊呢。因为这真正足老的，这无袂老的板条。毋都好佳哉，咱用菜传有够济。哇，无若照伊温甲叶家吼，安尼咧拣菜，咱喙齿芳吼都无够塌哦。空心菜就是要食这呢。这条。啊，我拄则拢流落来啊。不要紧。你有食过空心菜无啊？有啊。空心菜就是咧食迄空心啊，啊油啊空心。好啦。哎，有来咱甲我斗三工一个无？你遐有个无度啊？无啥会开咧，就倒会个花伊，倒会个花伊。拄只火毋是起来啊吗？系啊，我这油的物件无啥够。你内底无放水啊？啊袂啊。啊，你还袂啊？啊袂起开啊。好啊，你这。等下有较起来，我较来放水啊。你去顾火，我顾水。你上无你嘛溜啊用者安尼。哎呀，阮这起火真正是菜椒啊。系啊。
安尼会使啦，有较倒啊无？我真毋知去偌久的我，你拄则佫讲这简单的，因为甲我想的无共。人生嘛是甲你想的无共。对，还是讲啊，恁的歌即摆？阮的歌嘿，有出来啊，有出来啊。有。我有迄天看恁敢若聊聊有进度，要安怎唱？我有叫做《吉安的宝》，名好好啊，对，吉安的宝，啊吉要安怎唱？安的宝。要安怎唱？遮有一只马，带我去踅踅，我甲你做伙。虽然在传板刀啦，啊，毋过这写歌的进度吼，嘛聊聊爱关心者。 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，来。一只马，带我去踅踅，啊，我的龙鹿蛋，我甲你做伙。做伙。哎，你叫什么？才有一普通的阿麦说，不管你几岁，咱拢是吉安的宝贝。动作速度就好啊！爱体验阿公阿嬷的时代的时阵，用啥物物件煮饭，坚持到底，好无？讲是安尼拜托讲的啦。啊，赵王君啊，拜托阮菜椒仔来遮吼，啊要办桌吼，吼遮个附近的迄个阿公阿嬷遮吼，拜托了，我会引起个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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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正要忝死啊！拜托个，讲袂啦。请恁放阮这个菜椒仔较好过。这条歌恁目前的状况，我听到好听，会吸引到我的注意。这是一个真好的 hook， 是。真好的一个副歌，有一个样啊啦，袂歹。啊，而且迄个快乐的感觉有，我吸引到我啊，我来听啊，过来咧。唔知个会当加啥物？唔知佫会当加啥物？恁会当用联想，联想，要安怎想？用联想，要安怎想咧？因为你写歌词的时阵，你用联想，会当互你的世界观拓开，你的故事就会精彩。妈的，火拢起袂开。其实这回是差不多呢，感觉会使嘛是会使，有摆有保庇哦。有起来啊，晓？有啊。马，你的联想着啥？马，我会联想到教练，马联想着教练，联想着教练，过来你会联想着教练，马你会联想着啥？拖较几咧？啊？温顺，温顺。过来。等下。啥物？你咧行家我听到啊？马，你会联想着啥？我会联想到草啊，马联想着草啊，草啊联想到土地，草啊联想着土地，土地联想到社区，土地联想着社区，社区联想到遮个老大人。这个联想着老大人。对。我来啊。好，来选。好。食。马你会联想着啥？草啊。你会联想着草啊？草啊，你会联想着啥？联想到大自然。大自然。好，因为拄则咧，互恁哪叮当哪用，你手尾休过了。我头前讲到喙角全破，啊，恁两个伫我后壁耍到不离欢喜，安尼敢好？借问者，进盘带出啦。啊，拄则讲着讲，这条歌目前欠缺的，是这个故事伤平啊。所以你的故事最后，你联想所有的字词代志，若起来的时阵，一篇故事出来，伊袂偏去。庄波仔，剩的交互你啦哦，好不好？头壳叮当哦，手嘛爱叮当哦。有比佫共安尼尔。你讲食对啊，这3粒吧。哇，灶骹内底看起来大家拢不哩啊认真哦，袂歹。本来我是真烦恼啦，惊讲人客来会枵巴肚，会啊毋过看到因竟然通准时甲两道菜拢传得好，真正安慰啊。手指，哎，香妹。我就想要偷食呢。会当食哦。
你看下。菜椒店家主家，哎呦，阵阵香，恁袂歹咧，好样哦，讲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哇，12，拜拜手，谢三拜。我中破的厉害啦，哇，鸡汤，哎呦，还有汤哦，对啊，木皮豆鸡汤。哇，肉啦、菜啦、汤恁都有想到呢，真赞呢。营养。哇，赞！哎，伊啊都搁轻着啊呢。即摆5分钟人要来啊，恁拢还袂排，恁菜是要讲倒？好见传，去！恁两个倒啊先排队啦。为着阿公阿嬷的金粉来办桌，是即阵菜椒吼临时提出来想法。本来我嘛讲即件代志，惊讲会甲大家写歌的进度给找着。啊，毋过想想咧，有真情味的故事，对因的创作来讲，嘛是好代志啊。就陪因来行这条属于菜椒啊成长的过程咯。有啦，我看哦，总算是 OK 啦，对啊安。尼有感觉啊。OK 嘛，用好吗？用好啊。哎呀，先讲好哦。是不是足水？ 50周年， 50周年。咱来互伊欢喜，欢喜。互伊浪漫，浪漫。互伊意想未到，哇！迄种欢喜，我会想起来，我欢喜一世人迄种。好。吼，咱就甲当做是一个婚礼来办。吼，咱等下一曲落有无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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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拢会晓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嘣嘣嘣嘣，哎，对，就这样好无？好，讲好啊。伊来 Q。讲当然咯，爱笑，笑，这重点笑，当做家己婚礼。好，啊，当做哎，家己的婚礼迄种欢喜。好，行。结婚嘞。啊，迄两个咧。 一起找阿公阿嬷。哦，伊去个咯。咱就甲当做。会叫。来啊！爱谢谢哦。我主角要来啊！对，我穿红色的做水的。对，好水咧！来，哎，安尼青草无？哦，真澎湃。真澎湃吼！三澎湃。我甲你报告哦，这全部哦，2道菜哦，拢这6个菜椒煮的。哇！哎呀，你要甲拍波者？花多姐，来，加，你迄是狗的声啦，参详一下啦，好无？斗相共，你甲恁朋友叫者好无？叫一个啦。哎。